OK，Hello，又見大家啦，我係 Philip。今日咧就係憑藉幾十年嘅係教學同埋做創業嘅經驗啦，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名詞叫做一人公司。其實呢個一人公司咧，呢一樣嘢咧，已經喺幾十年間咧迭代咧係進展得係非常之係超越啊！近期嘅時候 AI 係賦能咧，令到啲一人公司咧係如虎添翼。以往咧，我哋咧係60年代嘅時候咧，係改革開放嘅時候，嗰啲所謂叫一人公司咧，就係叫做一人嘅皮包公司，最主要咧就係去接單嘅啫。咁後期嘅時候咧，一人公司咧就係咧係俾年青一族嗰啲咧斜槓族咧係用咗作為佢嘅營生咧謀生嘅一種技能，係啦，就可以咧帶住自己本領咧去接一啲嘅技術性嘅單，咁變成嘅話咧就係咧係個個都 form 成一人公司，係啦，去處理一啲佢係單獨嘅事務。但今時今日嘅時候咧，就一人公司咧呢一個 terms 咧係非常之咧係深入同埋呢一個超越啊，係啦，唔輕易做一人公司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係一個人啊可以咧係掌管晒所有嘅事務啊，呢啲事務咧係俾 AI 咧係取代以前人做嘅嘢啊。咁啊，做一間公司咧，間企業咧，如果本身嚟講能夠咧成型咧，係啦，同埋運作良好咧，就甚至會有盈利咧，實在係唔係簡單一回事，係啦。加上咧而家嗰個經濟環境咧係咁呢一個就係嚴峻啊。咁所以我哋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講到話一人公司咧，近期嘅一人公司咧嘅意思咧就話咧係可以可以運用晒所有咧外在嘅資源去咧處理咧係整個流程，整個係商業上嘅事務流程。嗱，我哋一人公司咧可以分成咧幾個 part 咧，佢呢一個咧就係講嘅。第一咧就係因為我哋逢係做企業或者係做一啲公司嘅事務咧，必然咧係養活一間公司咧，一定要有一個營業啦。咁營業嘅時候咧，自然咧會有呢一個咧叫做營銷系統啦，一個 sales 同埋 marketing 嘅系統啦。OK，咁呢兩個都唔夠嘅嚇，咁啊加入 promotion 啦，一個廣告啦，再加上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時間咧，如果你係有客人垂詢嘅話咧，咁你就會咧係同佢咧呢一個咧就係 chat 啦，啊大家互相咧又係呢一個時候咧就係討價還價啦嚇。咁然後接成一單生意，接成一單生意嘅時候咧，變成咧就係話咧係你個係客源啦，係你嘅呢一個時候咧嗰個係成為你內在嘅客源啦。咁內在客源嘅時候咧，你有好好地嘅經營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擺好多心機落去咧，係處理一啲叫環啦。咁呢個閉環嘅時候先可以養活你公司整體性嘅時候咧，有一個積極嘅作用咧，係先可以爭取到一個係好嘅生意啊，養活你間公司。咁啊呢個過程咧就係養活你嘅過程當中嘅時候咧，當然咧有好多樣嘅事務嘅時候咧係重疊嘅。咁我哋嘅 AI 咧就喺呢啲咁位置嘅時間咧係點樣咧？就呢個介入啦。介入嘅時候咧可以係賦能每個 part。將佢賦咗能之後嘅情況咧，就會係令到你間公司咧可以唔使咁係呢個層層疊疊，係啦，同一樣嘢嘅時候咧，可以24小時係啦運作都得嘅，係啦，包括你係答客啦，answer to the client 答客嗰方面嘅情況嘅時候，我哋要引用一啲咧係 chatbot 啦，同埋咧呢一個咧就係語音嘅係答客工具啦，係啦，去滿足客人嘅需要。係啦，從而咧就係咧係令到客人咧滿意，而係進一步落單啦。咁未落單之前嘅時候咧，咁你一定要係去揾客啦。咁揾客嘅時候咧，我哋有假借廣告啦。咁廣告嘅時間咧，而家啲近代廣告全部都係自媒體㗎啦。
咁自媒體嘅時候，你又要係做畫啦，又要係做稿啦，又要係寫文案啦，又要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識得去落咧，識得做分析啦，同埋識得去引用數據啊等等各方面嘅啊。咁呢啲咁嘅動作嘅時候咧，係周而復始，我哋就會借到一啲 program， 啲 AI program 咧係取代咗以前人為嘅工作，幫輕咗你嘅啊。咁你唔使請人咯，咁你自己如果識嘅話咧，你就可以咧係將佢運作起嚟咯。OK， 咁啊跟住嘅時候咧，運作起嚟嘅時候咧，你有貨賣啦，有貨賣嘅時候咧，有客人咧就成為你嘅舊客啦。啊，咁舊客嘅時候又再翻單啦。咁呢啲你又有好好地咧喺呢個咧係會員部啊，或者係呢一個咧係嗰個舊客系統啊，啲顧客系統嗰方面咧又要發力啦。咁咧就會做一啲嘅 email marketing 嘅嘢啦。咁又會係做一啲 event 啦。係計劃啊，幫手你去訂場啊等等個方面，咁呢個又係一個循環嚟嘅。咁整體性咧係3-4個循環，你都做得好咧，就係假設係呢個 AI 嘅時候咧 set 好晒所有嘅係即係條件啊，然後將佢咧呢一個咧就係自動化咗去。咁自動化咗去之後嘅情況嘅時候咧，咁你就唔使做啦，你啊真係可以咧就係躺平24小時唔使做。嗰啲係基建 AI 嘅 program 咧，同你運作，同你做啊，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係如果係正常底下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慳翻晒好多人力物力，慳翻好多錢啦。OK 啊，咁啊，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咧，就係一人公司個架構嚟嘅。OK，但係現實係咪咁咧？係啦，現實運咗上嚟嘅時間係啦，我哋會唔會遇到係乜嘢有啲咩困難咧？我哋點樣去克服嗰啲困難？一啲係無名嘅困難會出現咧，或者係本身嚟講嘅時候，如果你係未有呢方面嘅技術嘅時候咧，你係咪要需要咧係一個自學咧？係啦，咁你有個人嘅素質嘅時候，會肯學啊，肯做啊，同埋肯去突破啊。因為學 AI 呢樣嘢咧，本身嚟講嘅時候係幾煩嘅，同埋你係一路追上嘅時間，因為好多地方咧，你係需要咧。係去即係深入理解同埋澄清，同埋要運用嘅。如果冇咗運用嘅話咧，空中樓閣咁樣去講理論嘅話咧，咁變咗嘅時候咧就好難去埋到位嘅。咁所以咧，你係需要一個咧就係有經驗嘅教練咧輔助你啦，又或者本身嚟講嘅時候咧揾一間好嘅機構咧去學呢套咧。